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歡迎嚟到9月份總結啊！9月入邊，我俾自己嘅目標呢，就係要跟住個 schedule 嚟做嘢啦。首先就係1、3、5要出片，然後星期二會女裝開台，星期1至5都會喺5點到8點入邊開台，星期6日就俾自己休息一下。大致上我都有跟住 schedule 去做嘢、出片、開台，只不過女裝方面頭2個禮拜做到，然後因為病咗啦、懶啦，取消咗呢個項目。整體嚟講都幾滿意嘅，所以我係會俾今個月8分嘅，因為的確係有產出，亦都真係好似好忙啦。明明如果計翻工作天，星期1至5其實只有22日嘅啫，開台就應該會得66個鐘，最後我係開咗150個鐘台嘅。另外剪片嘅時間我都冇計落去啦。咁我哋再講下個成效，雖然片就出多咗，但係收視就麻麻地，距離 YouTube 開盈利都仲有一大距離。諗住搏傻瓜搏中個演算法，事情並冇咁簡單。嚟緊就會密集式出翻舊時嘅精華片，雖然我都知道打機片就冇咩人會留意噶啦，但係為咗去圓滿翻成件事，假假地都叫玩咗隻狼同埋 Elden Ring 八周目，整翻啲精彩嘅決鬥落嚟啦。咁首先我要快啲完成埋 Elden Ring 嘅八周目啊！喺9月入邊發現咗一樣嘢，就係原來打 CS 的確好似唔錯，自己而家係擁有6隻 AC 嘅，只要不斷咁打，長遠嚟講都應該會回到本之餘，亦都有賺啦。咁就睇下運氣到底如何啦。每個禮拜平均10幾20蚊已經係我最大嘅收入嚟㗎啦。根據咁嘅進度呢，20蚊乘翻50個禮拜，一年1000，我哋10幾年咪換到電腦咯，就係咁簡單啫嘛。而家10月啦，天氣開始轉涼，希望可以盡快有得打翻波。我都真係好耐冇做運動啦，不過唔會一嚟就打波嘅。而家10月趁佢未涼去做下熱身，拉下筋，準備翻個身體去迎接嚟緊可能要操 fit 下自己。至少喺9月入邊，我嘅作息時間都係相當之出色嘅，最夜只係4點鐘瞓覺，我係戒咗瞓晏覺㗎啦已經。希望可以持續落去，加多啲做運動啦。唔做運動身體真係好弱，對上每個月都起碼病一次，一病就2個禮拜，又咳又痰又流鼻水。比起開台打機，我更加需要嘅係好好去經營自己嘅身體。從來冇諗過 weak 呢個字係適用喺我身上邊，而家嘅我真係 weak 啦。所以10月嘅開台 schedule 就隨緣啦。9月最大嘅啟示就係，原來固定 schedule 唔代表啲乜嘢，原來瘋狂產出都唔代表啲乜嘢。一直以為可能就係爭緊呢樣嘢，原來根本唔缺，又或者係可能我堅持得唔夠耐啦。起碼而家再唞下先啦。以我嘅性格真係好難堅持一樣嘢堅持咁耐，再揾下一個努力嘅方向啦。以上就係9月總結啦。9月有8分都幾出色嘅，希望10月 hea 得嚟呢，都會俾到自己少少驚喜啦。最起碼就係要調理翻個身體好啲啦，繼續維持翻一個好嘅生活作息時間啦。開台呢家嘢都係由得佢啦，就咁樣先，拜拜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